呦，官爷，干嘛呀？这是吓死人了！是啊，官爷，今天是我们家东情姐出阁的大喜日子，我们2个人上街采买，晚上好给新姑爷潘大人夹菜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一定买好多好酒好菜，晚上好好陪陪官爷。少啰嗦！大人已经吩咐，不论任何理由，不准踏出醉月楼半步。回去。潘汝贞，你这狗贼，我就是拼了命，也要和你同归于尽。你的喜日，一定会是你的忌日。为什么找我？因为你和我一样，都想取一个人的性命。你指的是谁？岳新川，你想杀他，是因为他是袁将军手下的13铁骑。我要他的命，是因为他是害死我兄弟们的叛徒。这个恨，我身中剧痛，没办法，只好求你了。杀了他，除尽了13铁骑，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。你不必求我。可是岳新川，他手上有罗刹镖，不好对付。当年我也是因为这个罗刹镖，才能从你手下死里逃生。这个罗刹镖交给你，拿去对付岳新川，拜托你了。哟，走了。石破天，你的确不再是以前那个石破天了。虽然你我立场不同，但是叶某敬重你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。哼！大人，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伺候的不周到？哼，用不着你在这儿伺候本府喝酒。去把杨东琴给我叫来。大人，您喝点酒消消气儿。走。燕燕，肯定是你伺候的不好，得罪咱们大人了，还不赶紧出去？是花姨。哟，我说大人啊，您今天都是要当新郎官的人了，干嘛还这么大火气啊？哼，说的好听，新郎官，你有见过像我这样的新郎官，一个人坐在空房里面等着新娘的吗？哼，火气能不大吗？哎呀，瞧你，把自己说的那么委屈。要不，我陪您先喝一杯，您先压压火。他人要是不来，光喝酒这火我压不下去。你去告诉杨冬晴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不识抬举。哎呀，这其实也不能全怪我们家冬晴啊，人家大姑娘家头一回出阁，心里难免会害怕嘛。害怕？她是朝廷钦犯的女儿，本府为了她都不怕耽误了公务，她害怕？嘿呦！他能够从了本府，那是他前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今天不管怎么说，也是我们家冬晴的大喜之日嘛。您就多给她点时间，让她好好打扮打扮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女孩子家头一回嘛，谁不希望自己做一个最漂亮的新娘呢？再说了，你都没有给她准备凤冠霞帔，已经够委屈我们家冬晴了。难不成您还想要？行，你啰嗦够了没有？
你别以为本府不知道你们打的是什么算盘。华爷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你去转告杨冬晴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再等他一个时辰，他若再不出来，本府可就要杀人了。到时候杀的是你，还是那个什么姓顾的小孩，那我可就不一定了。哎呦，大人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这冬晴她都已经答应您了。那就让他赶紧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要真等本府动了刀子，这事儿就没商量了。是，我一定转告他。可是有件事儿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就不得不告诉大人您了。其实，我们家冬晴以前有过婚配。你又在骗本府。这回是真的，而且冬晴这未婚夫婿也是个当官的，大人你也许认识。是谁啊？就是神机营的千户大人叶红影。叶红影？哎呦，看您那样子，是不是不想得罪他呀？太好玩了嘛！啊，叶红影和杨冬晴有过婚约，这事儿太好玩了。大人，您说太好玩了，是不是想说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愿意放过冬晴了？华爷，我要老实的告诉你，叶红影这个人，我真是恨之入骨。他和杨冬晴有过婚约，那杨冬晴今儿晚上一定得跟我成亲了。我倒想看看叶红影知道我和他的没过门的妻子入了洞房，会是什么反应？走，本来想拿叶红影吓唬他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却反而弄巧成拙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小少爷。这醉楼看来是出不去了。你说这狗屁壮士跑哪儿去了呢？这得猴年马月才能找到袁大将军啊！老太爷，您可看见了吗？我可真是尽力了，我尽全力了，我一直保护小少爷。你可千万别变成厉鬼来找我，这半夜这么老梦见你。老太爷保佑！现在能不能见到袁将军，我一点也不担心。我最担心的是姐姐和花姨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。哎，这一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找找厨房还有没有什么吃的。哟，哎，花姨，哎，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发呆呀？什么叫怎么坐这儿发呆呀？发呆不需要道理，无聊打发时间呗。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莹莹和燕燕告诉我，到处都有官兵守着，不准任何人离开醉月楼。那我不是已经让岳壮士送你们离开了吗？对呀，可是你的房间门口也有官兵守着，不准任何人进去。难道官兵知道了密道的通口在我的房间？哎，那岳壮士呢？还提那狗屁壮士呢？什么壮士啊？早没人影了。不见人影了。哎，他不会是一知道我们醉月楼处境危险，他就开溜了吧？花姨，你老说危险危险，可是我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啊。你不是说醉月楼到处都有官兵守着吗？可他们没对我们怎么样啊。你懂什么呀？那些官兵还没有对付我们，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安全的。哎呀，要不是冬晴答应和那姓潘的狗贼洞房，故意拖延时间，只怕我们醉月楼上上下下早就死光了。哎，等，你刚才说冬晴姑娘跟那个狗贼要进洞房了？是啊，我一想到冬晴为了救大伙，宁可委屈她自己，我这心里就难受啊。哎呀，花姨，马上飞！你们干嘛那么紧张啊？你们刚才说什么？姐姐答应洞房？那个洞房是什么意思啊？小少爷，不带你这样的啊！你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哪能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啊？
哎呀，我真的不懂，你就告诉我吧。那个师娘，这方面你经验比较多，你给教教孩子。什么呀？什么我经验多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经验丰富了？花姨，你别对马上飞发那么大火了，他呀，可能也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。你快告诉我吧，洞房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洞房就是……哎呀，这事儿怎么教啊？反正就是那个冬晴答应给那个姓潘的狗贼做妻子了。对。什么？我姐姐答应嫁给那个大坏蛋？那你怎么不劝劝她呀？哎，我劝了，可是他为了救大伙，尤其是救你，他宁愿牺牲他自己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不能让姐姐嫁给那个大坏蛋，我绝不让姐姐给那个大坏蛋当妻子。物归原主。你带上我送给你的镯子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说什么呢？花姨和马少飞都告诉我了，姐姐为了救我要嫁给那个大坏蛋，我不让。人月，听姐姐话。我不听，不听，我不要你救我姐姐。你放开姐姐，放开！你放开！别再缠着我了。姐姐，你说过最疼我了，可是你现在要嫁给那个大坏蛋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呀？不许再哭。是。你不听话又爱吵，姐姐讨厌你，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弟弟，再也不对你好了。姐姐，我不相信你的话，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姐，你就记住姐姐说的话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许哭，像个男子汉一样，学会懂事，别再让姐姐为你担心。那姐姐，我不哭了。我乖乖的听姐姐话，可我不想让姐姐为我担心。潘汝贞这个狗贼，我非杀了他不可！哎，给我站住！你做事再这么冒冒失失，没有一点分寸的话，那冬晴的牺牲不都白费了？可是我不能看着火坑让冬晴姑娘去跳啊！够了，冬晴她已经够委屈的了，你还说这些无济于事的话干什么呀？人月，你记住，你屁股上的官银烙痕，关系着很多人的性命安全。如果它落在了坏人的手里，那天下的老百姓就再也没有太平的日子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完成你爷爷的遗愿，把他安全的交给袁大将军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可是姐姐，记住我说的话。华姨、马少飞。你们赶紧想办法把人员带走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来，